讲到美景，也就是水的景色，大家拢爱看。基隆这边渔港的彩色厝真影目，这个色水是专工经过，是经过学者用专业的仪器为256色内面竞出55种正品色，照到这和谐。最近的国际景观大赏奖呢得奖，除了这以外，包括新北市的渔人码头、台北市的行李广场，嘛拢伫得奖的名单内。 蓝色的天，蓝色的海，除了旷快景色，和平岛边的彩色厝，和正滨渔港，正做旅游拍卡的景点。水的倒影里面有彩色，彩色会非常漂亮。看起来五花十色水，彩绘唔高，这规排背影比正面更较有魅力。这色水唔是随便挑选的，拢有家己的故事。在选的时候是以我们卖的这个轮胎的扛棒的颜色是第一个选择。 基隆市府甲文化以及中原大学师生用2个月用专业的仪器做环境色彩调查，对256色挑选55种专属者的正品色。在地基隆城市景观发展协会出面募款，大家出钱出力，才完成这16栋老厝的彩绘。或许我们做了一些，那别人看到了，那他们也会来做一些，大家都做一些，这样子就会让整个环境就变得好一些。 彩色厝那是带动渔港观光，这样计划嘛有得到2019国际景观建筑师协会景观大赏的社区营造类奖项。另外，新北市的幸福广场、渔人码头、台北市北门行旅广场等13项的作品，嘛拢伫景观大赏中得奖，和台湾的设计创意伫国际发光发热。